后来继续要来讲，老一辈的乡亲真看重倒手芳这种的草药啊，讲会当消炎止痛。高雄一个乡亲因为跋倒脚去闹着受伤，都听时代的话，甲这个倒手芳甲倒互脆，啊，甲膏离受伤的部位，结果引发着接触性的皮肤炎，迄规支脚拢发红，安尼反正反红。医生讲，倒手芳这种的草药有刺激性，上好是莫家己乱涂。若是迄个量准材料无好势，颠倒是会伤身体。民间流传讲，用倒手芳、羊薄荷来涂，会使消炎止痛。较早差不多都是家家户户拢会种的中药草。不过这个偏方袂使乌白用。我上个你讲要打倒手芳的，我上个你讲，阮到时大人讲的。高雄有一个查甫人跋倒脚去扭着，就夺这个倒手芳来涂，想要到痛无较好，颠倒引起皮肤的发炎。像这款因为高草药啊，规拢发红肿起来，唔那一粒尔，有人高甲拢碰碰。左手枪这个东西的确有它的医疗的用途，只不过说它里面有70几种这种会挥发性的成分，你的浓度怎么知道这个浓度是不是我们在医疗用的浓度呢？第二个，你怎么知道你的这个成分适不适合你用在你红肿的皮肤？像乌面白白花藤，民间时常用伫治疗跋倒受伤筋骨酸痛，像起锅讲抹伫皮肤顶面会使美白，安尼做拢真够刺激皮肤。用这种抗发炎的成分，我建议应该是我们把它萃取完以后，萃取出来，然后这个成分把它做成药膏，再来做涂抹，这样安全性会比较高。医生提醒讲，咱乡亲若使用这款的偏方，上好是经过专业医师来处理，要若无效无大劲，迄若伤到健康就废去啊。